我哋今日會講有關洛杉磯之亂同加州州長紐森講中國發展嘅正面影響。開始前，請大家留言、點讚、訂閱，按隔籬嘅啷啷選全部。洛杉磯之亂，美國正式開啟亂紀元。近日，美國洛杉磯陷入一片混亂，局勢之緊張令人咋舌，車輛被肆意焚燒，濃煙滾滾升騰喺城市上空，警察同民眾激烈衝突，拳腳相向。呼喊聲此起彼伏，政府大樓被圍得水泄不通，示威者嘅抗議標語喺空中亂舞，燃燒彈劃破黑夜，震爆彈嘅光明，煙霧彈嘅迷霧彌漫全城。更有甚者，全城市民捲入零元購嘅瘋狂浪潮，警察、FBI、國民警衛隊都被深深捲入呢場混亂嘅漩渦之中。究其根源，特朗普近期遭遇嘅三重困境成為呢場動亂嘅誘因。關稅戰中，特朗普未能夠取得理想戰果，喺巨大壓力下被逼同其他國家講和，呢個無疑係俾佢嘅外交政策沉重一擊。美國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攀升，企業倒閉潮湧，特朗普嘅支持率亦都隨之降到咗歷史最低水平。民心嘅動搖讓佢如坐針氈，曾經嘅競選合夥人馬斯克亦都公開跳反，公開反對特朗普嘅政策。兩人從昔日盟友淪為全球網民嘅笑柄，呢個更係讓特朗普嘅處境雪上加霜。面對如此困境，特朗普急需轉移民眾嘅注意力，於是佢將目標鎖定喺咗洛杉磯。洛杉磯所在嘅加州有大量非法移民，係整頓移民問題嘅重點區域。加州又係民主黨嘅鐵桿票倉，加州州長紐森作為民主黨嘅未來之星，更係特朗普潛在嘅政敵。特朗普命令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喺洛杉磯大肆捉人，美其名曰驅逐非法移民，實則係喺度挑戰民主黨嘅底線。再如全球霸權問題，特朗普意識到美國如今嘅國力已無法掌控全球局勢，繼續干預只會拖垮美國嘅債務危機，所以執行戰略收縮策略。此外，製造業回流問題同樣棘手。特朗普認為製造業回流能夠幫助自己嘅支持者揾到工作，提升支持度，但美國國內產業成本高昂，人工成本、供應鏈配送速度都無法同其他國家抗衡，就連蘋果同馬斯克都更願意將工廠設喺其他地方。美國嘅製造業回流計劃困難重重。洛杉磯嘅呢一場動亂並非偶然，佢係美國階級對立、種族矛盾以及黨爭激化嘅集中爆發。加州州長紐森近日一番言論頗具見地，唔羨慕中國發展得好，中國厲害啦，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唔折到中國取得嘅成就，只有唔眼紅，先至能夠讓全球都更美好。呢番話猶如街坊鄰里閒聊咁樸實，卻道盡咗全球化時代嘅底層邏輯。作為美國經濟龍頭加州嘅掌舵者，紐森心想世界係張大網嘅道理，中國高鐵縱橫，科技突飛，貿易興旺，帶動嘅係全球經濟嘅蝴蝶效應，就好似浙江義烏嘅小商品，唔單止填滿咗非洲小販嘅貨車、歐洲超市嘅貨架，更加讓無數海外商戶靠住中國製造謀生。呢個正係中國好，大家都能夠幹嘅真實寫照。喺加州，紐森嘅話語有住紮實嘅現實根基。洛杉磯港嘅集裝箱堆如小山，嚟自中國嘅電子產品、服飾玩具應有盡有，讓加州民眾以實惠價格享受住品質生活。佢親訪過上海嘅摩天大樓、深圳嘅智慧工廠，目睹中國唔係靠口號堆砌，而係以實幹築起發展基石。佢向美國人強調，中國發展唔係威脅而係機遇。比如中國新能源產業、電動車與太陽能板兼具價格與質量優勢，美國消費者購買既能夠節省開支，又能推動環保，呢個豈非雙贏？但紐森亦都清楚，美國國內仍有聲音抱持零和思維，動輒揚言制裁加稅。佢直言呢一種霸權心態早已過時。當中國喺非洲鋪設鐵路，喺拉美建設港口，喺東南亞開辦工廠，幫助當地民眾脫貧致富時，呢啲國家睇到嘅係真誠合作嘅夥伴，而非敵人。美國若果執意同中國對抗，最終苦嘅係本國百姓。關稅提升讓超市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激增，呢一筆賬邊個都算得清。佢特別提到，
全球共進嘅理念，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唔單止係貿易往來，更為沿線國家築起港口、學校、醫院。就好似非洲某國，因中國援建鐵路，從前運不出嘅水果礦產，如今遠銷海外，鄉村民眾獲得就業機會。呢個唔係搶飯碗，而係做大蛋糕嘅智慧。紐森心裏透亮，與其陷入競爭內耗，不如打開格局，共享發展紅利。